呢個運動咧就係強化我哋個 pat pat 嘅，但係咧我哋就唔可以咬條腰。嗱，你記住喎。咁啊點樣做咧？嗱，首先好簡單，我哋上嚟就撳住佢，嗱就提起，係咁多啦，落翻嚟。咁我試下咧，我哋又做10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嗱記住喎，個 pat pat 要捏住喎，8、9、10，重複做2至3次嘅，咁啊大家不妨咧試下啦。Follow 我學更多簡單護脊技巧，咁就可以擺脫痛症啦。